续飞了，马上回去了呀！各位抓紧了，抓紧了，抓紧了！糟糕了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是上帝小谷啊，神的居住地啊！好了，哎呀，前面的其实挡住了去路了，走不了了。后面也被挡住了，怎么办呢？水神们，对不起啊，我们走错了，放过我们吧！火山也来了，火山生气了，好大火！哎呀，完蛋了！你们看到吗？看看啊，火还烧过来了！水神啊，救命啊！救救我们的水神，快来救我们啊！快逃啊！哎呀，幸好水神来救我們啦！我們安全可以去碼頭啦，太好啦！真係做到驚喜嚟啦！你們這邊有人認得你哋啊？嗰下邊個嚟咗？猜猜是誰來的？好像 BB 生寶寶 baby elephant 就打招呼啦 ，hello hello。好啦，點啊？好唔好玩啊？好唔好玩啊？好玩就得啦。